主后2025年3月1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拒绝受试探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《路加福音》第4章第1节到44节。耶稣受圣神充满，对约旦河转来，以互圣神带去旷野。伫遐40日久受魔鬼试探，迄个期间伊拢无食甚物。遐个日子过了，腹肚就枵。魔鬼对伊讲：既然你是上帝的囝，命令即块石头变做饼。耶稣应讲：圣经有记载，人得活毋若倚靠饼。然后魔鬼带耶稣去到悬的所在，1万年久将天下万国互伊看，甲伊讲：遮个一切的权势甲荣华，我拢要互你，因为遮一切已经拢交互我。我要互甚物人，就互迄个人。所以你若跪落来拜我，遮一切拢总是你的。耶稣应伊讲：圣经有记载，着拜主你的上帝，只有服侍伊。魔鬼搁带耶稣去耶路撒冷，互伊徛伫圣殿上悬的所在，甲伊讲：既然你是上帝的囝，对遮跳落去，因为圣经有记载，上帝为着你命令伊的天使来保护你。佮讲，因为用手甲你扶地，互你的骹袂磕着石头。耶稣应讲：圣经有记载，毋通试探主你的上帝。所有试探拢用了，魔鬼就离开耶稣，等候后边的机会。耶稣受圣神的权能充满，转去加利利。伊的名声传到四围逐地区，伊伫逐个会堂教示人，受众人尊敬。耶稣倒去伊长大的所在拿撒勒，照习惯伫安息日入去会堂，伊徛起来要读圣经。有人摕一卷先知以赛亚的册互伊，伊就剔开。找到一所在有记载：主的神临到我，因为伊用油抹我，互我传好消息互散赤人。伊差派我宣布，受掠的得到讨放，无看见的搁看见，受压迫的得到自由，宣布主恩惠的年。耶稣甲册卷起来，行互会堂的助理，就坐落去。会堂内的众人拢注目甲伊看。伊就甲因讲：这段圣经今仔日恁在听的时已经实现啦。大家拢称赞耶稣，对伊所讲仁慈的话感觉奇怪，讲：这人敢毋是约瑟的囝？耶稣对因讲：你一定会引用医生着医治你家己即句俗语来对我讲。我有听到你伫迦百农做真侪代志，但嘛着伫你的故乡做。耶稣阁讲：我实在甲恁讲，先知无一个伫家己的故乡受欢迎。我甲恁讲实话，伫以利亚的时代有旷旱3年半久，逐所在有大饥荒。迄时以色列中有真侪寡妇。以利亚并无受差去因遐，只有去西顿撒勒法一个寡妇遐。先知以利沙的时，以色列中有真侪麻风病人，除去叙利亚人乃万以外，无一个得到清气。会堂内所有人一个听到这话，真受气。因徛起来，甲耶稣赶出城外，
扭到山坎，要甲伊车落去。因的城是起伫山顶。耶稣却对因中间行过，做伊去。耶稣落去加利利的加比农城，逐个安息日拢有得教世人。因对伊的教示感觉非常稀奇，因为伊的话有权威。会堂内有一个互无清气的鬼神附身的人，伊大声喊：拿撒勒人耶稣，你莫插阮！你来要毁灭阮是无？我知你是甚物人，你是上帝的圣者。耶稣甲伊责备讲，点点对这人出去，跪伫众人的面前，甲伊摔倒，就对伊出去，拢无甲伊伤害着。众人真着惊，讲来讲去，伊的话哪遐厉害？伊用权威甲能力命令邪神，因就出去。耶稣的名声就传到四围逐所在。耶稣离开会堂，入去西门因兜。西门的丈夫破病，发热真烧。有人甲耶稣讲即个代志。耶稣徛我去伊的边仔，责备热病，热就退。妇人人随时起来甲因侍候。热落的时，众人有将逐种病的人拢带来找耶稣。耶稣一个一个甲因换手，拢甲因医好。嘛有鬼对真侪人的身躯出来，喊讲：你是上帝的囝。耶稣甲因责备，毋准因讲，因为因知耶稣是基督。天一下开，耶稣就出城去偏僻无人住的所在，规阵人伫找伊，找着就甲伊留地，无爱伊离开。毋过耶稣甲因讲：我嘛着去别个城市传上帝国的福音，这是上帝差派我来的目的。伊就继续伫犹太逐个会堂传道。拒绝受试探。耶稣受洗了后，受圣神充满，无偌久就互圣神引带到旷野，伫遐40日受魔鬼的试探。咱看到圣神充满，并无互耶稣免受魔鬼的试探，这互真侪人袂禁得要问讲：为什么上帝允准耶稣受魔鬼试探呢？上帝允准耶稣接受魔鬼严峻的试探，是要甲咱讲，咱所相信的耶稣，既然是上帝的囝儿，也是真真实实的人子。因为耶稣道成肉身，成做人，所以伊会当了解人的软弱甲挣扎，伊伫各方面经历过试探，只是无犯罪。这对群体主耶稣的人来讲，带来何等的信心甲盼望啊！诚做基督徒，虽然袂当免于受试探，却会当伫受试探的时学习耶稣，靠着圣经中上帝的话语得胜。耶稣所受的试探有3项：第一，追求肉体的享受；第二，追求世上的富贵甲荣耀；第三，追求自我能力的实现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欲望、权力甲想要受欢迎的试探。这也是基督徒会面对的试探。因为安尼，伫每日的生活中，咱来学习察觉试探是用甚物形式出现的，咱的软弱是甚物。咱上容易伫甚物代志顶面绊倒？既然基督徒也会受试探，咱就应该正视伊，搁找到制胜的方法。咱通详细观察耶
耶稣用甚物方法来赢过试探，但毋是靠着上帝的话。拄亲像保罗伫《以弗所书》第6章11到17节提醒，爱从上帝所赐全副军装来抵抗魔鬼的诡计，用上帝的话做圣神所赐的宝剑。魔鬼对耶稣的试探中，常常引用圣经对耶稣讲话，可见魔鬼也熟悉圣经。因为安尼，咱只有一个方法会当赢过魔鬼，就是倾读上帝的话，背诵搁实际上帝的话，互上帝的话成做咱生活中随时的帮衬，会当抵挡仇敌的武器。检采有人会问，耶稣受试探的时，上帝伫倒位？马可福音第1章13节记载，当耶稣伫旷野受撒旦试探40日，但是有天使来侍候伊。这段话带互咱无限的希望，互咱知影，尽管人生无法度避免试探，但是上帝袂放杀咱。伊会用伊的话语帮助咱，搁找派天使扶持咱，互咱袂孤单。路加福音第4章13节讲到，所有的试探拢用了，魔鬼就离开耶稣，等候后边的机会。当耶稣靠着上帝的话赢过试探，魔鬼只是暂时离开，表示伊还会搁再来，还在等待时机。可见魔鬼的试探无所不用其极，伊想尽办法要绊倒人，引诱人离开上帝。因为安尼，咱搁较着警醒，袂野线，勤读圣经甲祈祷，靠着圣神的带领带力，向魔鬼的试探讲袂使 ，no。默想，我上接伫什么代志的顶面跋倒？我会安怎样赢过安尼的试探？我上接伫什么代志的顶面跋倒？我爱安怎赢过安尼的试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天父，你允准试探临到我，毋是要拍倒我，是要操练我的心思意念，互我成做搁较勇敢坚强的基督徒，袂当亲像耶稣共款赢过试探。恳求你帮助我，靠着圣神的带领赢过试探，成做得胜的基督徒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福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